坊間嘅梳形形色色，圓梳、氣剪、木製、排骨梳、魚骨梳、密齒梳，乜款都有。諗住求其用一把梳到就得，點知啲頭髮未梳得直就直接斷晒。想好好地梳順頭髮之餘，保護埋頭皮同埋髮根嘅話，你需要嘅就係瑞士品牌 Foreo 嘅 3D Play 3色光能修乳順髮梳，一把梳做齊護髮、順髮、養髮兼護埋頭皮，一梳即撫平無燥，頭髮充滿光澤，整齊晒。仲有獨家嘅髮齒陣設計，呢339條Salon級用料嘅圓潤彈性梳齒交錯排列，頭髮厚定薄都可以一梳就解開，唔會過度拉扯頭髮，自然就少啲斷髮啦。Philips 順髮梳仲有3色光療，俾你一路梳頭一路護髮。紅光可以強韌髮根，提升光澤感；綠光可以幫助髮絲變粗，舒緩頭皮刺激；藍光增加頭髮密度，抑制油脂分泌。呢個光療技術係由8粒高強燈珠組成嘅聚環光罩矩陣系統，光照角度有成120度，確保光線可以均勻咁覆蓋成個頭，令每寸頭髮都享受到高效嘅光療護理。100% 防水之餘，仲要淨係得80 gram， 同手掌一樣 size， 超便攜，拎出街定係屋企用都夠晒方便。由而家開始去到4月20號，健康媽嘅觀眾可以享有65折優惠，有興趣嘅即刻撳入資訊欄度睇下啦。